545首，耶稣叫我来行记录，咱请书记为咱讲解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。我的心静静，专务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这点咱三甲来念圣诗，圣诗575首，圣诗575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救主耶稣时刻保护。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，我要尽心对你脚步，你大施恩亲手保护。这点咱三个起立来吟。
大春秋，天主耶稣，我听你老主我就好，世间我我听了尊真成就安我我的救主基督耶稣，成就是我，我的真心对你我无，你若是阮亲像我求主双双照我，小事诚实夫妻帮赞，好为我呀，世事万岁，真真是人必主。主基督耶稣，全能成就是结果。我的真心对你我无，你若是阮亲像这点咱三个用许多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，请咱一声来念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都是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，以本流彼得多临来受苦，并是被假死埋葬到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着我上天，他这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，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谢谢。咱三家来讲说上帝话，今仔日启文记载伫第6篇，启文第6篇也是记载伫诗篇16篇。启文第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神快乐，因为你未甲我放撒伫阴间。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，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一碟，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主必听阮的天父，我要感谢你。伫这个圣的日子，你引带阮众兄弟姊妹要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而过去的一礼拜，有你的保守甲带领，无论你工作、家庭，也是身体健康，拢有你稳定的看顾，互阮伫生活中得到平安。主啊，当阮享受你的稳定的时，
阮也看见即个世代有真侪需要你怜悯的所在。阮特别为了社会最近因为毒品的泛滥所造成重大意外的事件来祈祷，恳求主怜悯受害人甲因的家属，医治因受伤的心身，安慰因悲伤的心灵，也求主光照遐陷落伫毒品压制的人，互因会当晓悟回转，脱离罪恶甲捆绑，也求主赐智慧甲能力，互政府相关的单位、教育工作者甲社会各界来共同防范毒品的危害，互社会得到平安甲安定。主啊，阮也为现今 AI 的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的世代来祈祷。你赏赐人智慧甲能力，互科技不断来进步，也成做改善生活的工具。毋过，阮知人的智慧有限，若离开敬畏上帝的心，就容易迷失方向。求主帮助阮，伫科技日益进步的环境中，犹原持续着对你的信靠甲顺服，无互科技取代阮对真理的追求，也无互便利甲效率暗藏阮对人的关怀。愿教会伫新的时代中，会当用信仰来分别是非，见证基督的疼甲真理，互人明白真正的智慧是对敬畏上主遐来。主啊，阮也为着气候的变迁甲极端的高温的现象来祈求。近来天气愈来愈炎热、大雪、落大雨，甲各种的异常的气候影响着人的生活，也冲击着自然环境甲生态的平衡。求主怜悯这受造的世界，教导世人爱珍惜你所创造的一切，合适善尽管理甲保护的责任，也求主保守所有伫高温环境的工作的人，使因健康甲力量，避免灾害甲意外的发生。天父上帝，阮也将教会、家庭甲个人的需要交托伫你，求你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无论面对任何的挑战，拢愿意追求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带领。当世界动荡、人心不安的时阵，愿你的平安成做阮心中的力量。当阮面对未知的未来，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最后，求主带领阮每一日的脚步，互阮所思所讲所行，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。也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里。愿安尼同心祈祷、仰望、交托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免。这粒圣歌队赞美。
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，今日要看的经节，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1章第19、17节。罗马书第1章第19、17节，和合本伫新约209页，台语汉语本伫171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233页。罗马书第1章第19、17节，现在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受调做使徒，分别伊来传上帝的福音，就是上帝以前托伊遮的先知伫圣经所应允的，论伊的囝照肉体是对代表的互伊生的，照圣帝的神就对世人的国话用权能显明伊是上帝的囝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阮对伊受恩甲使徒的职，要为着伊的名，互人伫万邦中信来顺叹。最终也有恁遮的受调属耶稣基督的，火叫互囝仔带伫罗马，上帝所听受调做圣徒的，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。头一项，因为恁的神保养伫通世间，所以我对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我伫伊的囝福音，用我的神所服侍的上帝做我的见证。我怎样少年恁无煞？第10节，基督的中间常常求，看即点有通照上帝的旨意，得到平坦的路，就照近恁。因为我希望见着恁。通将心灵的温素分互恁，互恁坚固。就是我伫恁中间，恁对我的信，我对恁的信，大家得到安慰。兄弟啊，我无爱恁毋知我一摆立志，就要就近恁，爱伫恁中间得到果子，亲像伫其余的外邦，总是较单犹有主动，无论迄年人。也是凡人，聪明的，也是愚妄的，我拢欠因的债。所以，伫我拢便要用福音宣传互恁住伫罗马的人，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笑，因为是上帝的权能，要救拢众信的人，大先犹太，后来希利尼。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，对神教直神，照圣经所记载讲。义的人要对神来活。以上，下面讲到牧师今仔要讲的题目是单纯的信靠，咱请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你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，咱先做伙阿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我用感恩的心来就近你，愿也。用恭敬的心领受了你的话，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。但是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，阮也尝试要开阮的心门，阮要对伫圣经信息的分享，阮也要思考着你的话伫阮生命中间的意义。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心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带领阮。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白白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恳求上帝，你的圣心亲自带领阮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三不五时，咱有时阵也会感觉到咱生活失去了动力。有时阵你会感觉讲，你啥物拢无想要做；你有时阵会感觉讲，无错有真侪重要的事，但是我感觉真野心。即当阵，往往就是咱爱暂时暂停落来，然后需要重新找咱家己存在的意义到底伫倒位？咱为虾米活的？咱活的？每一天到底是啥物意义？
无错，俗话有安尼讲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实际上伫生活中间难免会拄着一寡代志，咱无拄拄是欢喜看到的。有时阵总是咱会拄着即个别人眼中无好的事、失败的事，但是俗话安尼甲咱考劝，意思是啥物？大家拢共款啦，大家拢共款，只是讲有诶社会上看做是人生胜利组诶，因艰苦诶时阵，无拄拄咱看会到。尤其即马网络诶时代，大家拢嘛用上好诶一面来表现互大家看。像讲有人讲嫁入豪门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但是咧，伊伫厝内拄着啥物代志，无拄拄，咱大家拢知。咱敢若看着外表，规工穿水水当贵妇，但是毋知影讲嫁入豪门有偌济的挑战。有的人咧，人看伊讲工作辛苦，咱会感觉讲伊可能过啊无快乐，但实际上咧，通常笑口常开拢是即款的。工作真努即个用真侪的气力伫工作顶面，然后咧，伊就享受伊辛苦劳汗所得到的，笑口常开。所以咱看到的，实际上也是伫咱心上咱家己体会的。可能人生不如意事，真正是十常八九啦。但是这就亲像咱台湾有一句俗语，也讲啊真好，讲啥物？食苦亲像迄食宝，你食宝是啥物意思？愈来愈用，你愈食苦，你若用一个无共款的态度来看待即个代志，我活地人生久久长长，我即便失败，即便食苦，我若想着讲我安尼，我学着啊，以后我袂过一遍拄着即款的事，也是我拄着类似的代志，我会当知影怎样来应付，也是讲对一项代志，我已经学习着啊。你讲食苦亲像迄食宝，也是另外一句台湾话讲啥物？拍断手骨颠倒勇，这也是咱台湾话讲的。就是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待咱家己所拄着的代志，咱用无共款的态度，咱用无共款的理解改变咱的态度来回应，因为咱若了解家己存在的意义，人生久久长长，无论是1冬、2冬、10冬、30冬，甚至几个月，我爱安怎来存在？存在的意义影响着咱所用什么态度来回应。你若眼光看较长的，真正着食苦亲像迄食宝。你若眼光看伫即个可能性，生命的可能性，你就通发觉到，拍断手骨颠倒勇是啥物意思？所以，咱家己存在的意义，找着咱家己存在的意义。李登辉总统，敢毋是伊讲，我活的，我不是我的我。当然，这是咱社会上拢敢若讲着即句，我不是我的我。但是实际上，李登辉总统安怎讲？我不是我的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伊引用使徒保罗伫加拉太书所讲的话来做伊，伊讲伊青年时代就咧想即个问题，我是啥物人？所以伊后来，当然伊接触福音，学生时代伊读淡江中学，有初步来听见福音，但是伊真正做洗礼，真做基督徒是伊做市长的
的时阵，咱应该知影即个故事嘛。伊的后生英年早逝，伫教会做告别式，伊感受到基督徒怎样面对身躯的死息，所以咧，伊开始对伫上帝的话开始产生兴趣。然后伊是真有学问的人，也真爱读册，所以伊就重新搁去研究圣经。后来伊就成做基督徒，所以即个我不是我的我，有人讲我不是我的我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人袂当自私。然后我不是我的我，啥物意思？我不是我的我。咱来用用更较宽阔的眼光来看代志，所以这个我不是我的我，其实真内底有真深的一个铁盒伫内底。但是李登辉总统煞接讲，我不是我的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咱就想到伫圣经安那甲咱讲，基督伫咱内面活的。用这咱来看，平平嘛是使徒保罗所写的罗马书，咱就会当了解，帮助咱来了解使徒保罗要怎样来教咱上帝的道理。所以大圣伫罗马书1章一开始，使徒保罗写批予伫罗马的基督徒，大圣伊甲因介绍保罗怎样来了解伊家己的身份，甲伊的角色。有咱大大所讲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咱每一个人拢有真侪的角色，有人是做人的老师的，有人是做人的学生的，有人是做厝林内底的家长，有人是做你的另外一半的配偶，有的人做公司的头家，有的人是互人请真做员工，有的人是社团内底的一份子，有人是社团的主要的领导者。咱拢有咱家己的身份、家己的角色。但是重要的，保罗是爱咱知影，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甲伊同款，是领受着上帝的呼召。这个呼召毋是干那讲我得到这个身份啊。亲像讲，这社会上有真侪公益团体，咱鼓励师仔会，那假日师仔会，敢是干那去三不五时，大家聚餐、啉酒、跳舞，无师仔会祭酒，因是公益团体，所以咧，因会做一寡公益的公益的代志，亲像讲即个公园内底捐钱，公园来做即个设施，也是讲即个帮助一寡社会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同款的，咱基督徒受到上帝呼召，拢是有交托予咱的使命，是为着上帝宣扬听甲公义宣传的即个好消息。咱受到呼召，咱有咱的任务，咱的使命，即个使命就是宣扬上帝的听甲公义。落兄弟，所以咱若斟酌来看《罗马书》1章1节，使徒保罗是怎样来讲伊家己的身份甲伊的任务，也就是伊存在的意义。大圣《罗马书》1章1节，使徒保罗强调讲，伊是领受呼召，领受呼召。啥物叫做呼召？细汉读册的时阵，老师讲即条题目，啥物人会晓回答？
众人举手，然后咧，老师对举手的其中一个学生讲：安尼，你来回答。即个就是好调，你来回答，也是伫真侪时阵，劳动服务，然后咧，大家拢点点头起起。老师可能大声讲要去太阳底下，要去捡树叶的，去操场捡树叶的，请举手。大家头起起，唔敢讲话，唔敢看老师。为什么？日头遮尔压。一个热啊要害，然后老师就看什么人，看什么人可能是无顺眼，也是看什么人平常时搞怪，伊就讲叶景安，叫你啦，你现在去操场捡树叶，哎，这嘛叫做呼叫，普通人讲是叫你，啊那上帝对咱基督徒咧，咱讲呼调，因为叫什么人做代志，无拄拄是好康，无拄拄是正面的。亲像讲日头遮尔大，叫人去操场去劳动服务，有时阵这是淡薄仔处罚的意义。但是上帝呼召咱，拢是出对伊的美善的旨意，所以咱讲呼召。好，所以罗马书1章1节，保罗讲伊是领受到上帝呼召，但是罗马书1章7节中，使徒保罗也看罗马的基督徒同款是受到上帝呼召。这意思是啥物？意思就是讲，咱基督徒拢是领受到上帝的呼召。是上帝点名讲，这个礼物，这只有限的礼物，人讲全班有25个，干那10个礼物，然后咧，老师当然爱用点的老师点了有足侪考虑的条件，亲像安尼。上帝也讲，安尼你叶景安，你来，也讲这个好许毅力，你来，这叫做上帝精选，但是咱爱想，什么叫做呼召？咱真做基督徒，毋是咱家己去求来的，也是去争取来的。毋是讲这好康呢，我要，毋是安尼。所以咱若读旧约圣经，尤其是创世纪内底，扫罗，以扫，雅各，以扫甲雅各，以扫看轻伊大囝的名分。大囝的祝福，伊看轻，所以上帝就互雅各来得到。上帝就是安尼，你讲为什么上帝遐尼疼雅各，无疼以扫？这是上帝的意思啊！这上帝的意思啊！毋是咱家己去求来的、争取来的，是上帝选择。上帝拣选咱来呼召咱，这是真重要的。呼召的意思就是啥物？无错，咱有咱必办的部分。亲像讲，老师说谁要，大家举手，你有这个举手的动作。但是搁安怎讲？大家拢举手，总是老师干那选择。照着伊家己本身的标准来选择，也是伊有啥物目的，伊来选择。有可能伊感觉即个学生成绩可能无拄拄较好，但是伊真努力，一直喺进步。也是可能伊看即个学生
可能伊是属于清寒家庭，所以咧，老师讲，给他，要讲这个礼物的时候，同款是上帝敬咱，毋是咱敬上帝。所以约翰福音有记载，耶稣安怎甲伊的门徒讲，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。这就是呼召。所以，上帝呼召咱来领受洗礼。实际上，上帝也予咱有机会，大声有机会来接触着伊的福音，大声予咱有迄个机会来领受着上帝的听。这就是上帝的选择，到底伊的呼召咱来走向决志洗礼这条路。咱领受呼召了后是安怎？咱领受呼召，咱大声学习就是下面的功课，彼此下面的功课。过来咧，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这其实拢相关的，咱学习，真侪代志，伫咱信主以前甲信主了后，是应该爱有慢慢一寡态度的改变。信主以前可能有仇报仇，没仇练拳头，但是咱信主了后，咱就开始会思考，敢真正是有仇报仇？咱开始会反省咱家己，咱家己也真正无遐尼好啦。你凭啥物去报仇？咱得罪别人的时阵，哪会无想讲别人嘛是共款会遐受气？开始咱会思考，慢慢磨，互咱伫信主了后，渐渐咱变成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互咱开始会有一寡人讲，你无共款哦，你是啥物改变啊？你脾气真大的改变，甚至你外表笑眯眯。你讲，我即马信仰伫教会得到真大的学习，来得到帮助。咱也领受呼召，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咱也活出上帝囝儿查某囝的这个款式，并且咱伫领受上帝呼召了后，上帝的圣神也讲接管咱，互咱真侪时阵，咱心中有圣神的感动，有真侪时阵，咱感觉亚神的时阵，圣神互咱重新得到开展，这拢是领受呼召了后的改变。然后这份呼召也是爱通过教会的活动，甲伫教会兄弟姊妹的人际互动内底，咱开始愈来愈得到成长，渐渐互咱改变，互咱塑造咱成做基督徒。这个我是啥物人？这个自我的理解，我的角色是啥物？我的身份是啥物？以及我会怎样？我是啥物人？我会怎样？意思就是讲，咱无过是干那看短短现在的我，你会开始会思考，我每一日活的，我总是会有一个我会怎样？咱讲咱讲我会怎样？就是一款你毋是搁干那想着今仔，你会想着明仔、后个月、明年。好，过来，使徒保罗自我介绍内底，伊也讲着伊家己
是收掉来做使徒，第1章第1节。所以保罗伊自我介绍伊的身份之一，收掉来做使徒。但是1章7节，搁进一步，使徒保罗称呼罗马的基督徒是奉调收调来做啥物圣徒，搁进一步。啥物叫做圣徒？咱伫大大使徒行传内底，圣徒的相通，咱每礼拜伫礼拜中间，咱拢会念圣徒的相通到底是啥物？保罗伫遮罗马书1章7节所讲的圣徒，甲咱有时阵咱听起天主教会因讲的啥物封为圣人，还是册封为圣徒，是无啥共款。咱知影罗马天主教会对伫彼得开始2000年，即2000年的中间，咱知影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有几个？2000年有几个？包括即个圣经内底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耶稣的门徒，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算在内罗马天主教会所认定的圣徒，敢若几个？接近1万个。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因所定义的圣人，还是圣徒？咱知影即个原文内底拢是同一字。罗马天主教会因认为讲圣徒还是圣人，是一个人在世的时阵，德行也是行啥物神者来显明有上帝特别的恩赐，甲因甲上帝有特别亲密的关系，然后通过天主教会认可，才会当承认看做是圣人圣徒。这是天主教会的定义。但是咱正做长老教会的一份子，咱是基督教改革宗，就是16世纪欧洲即个宗教改革了后，咱成立的即几个宗派内底，咱长老教会也属伫改革宗，伫咱基督教改革宗的传统，咱所看待圣徒的定义，是甲罗马书1章保罗所讲的定义较接近。咱相信人领受洗礼，咱成做基督徒，并且咱甲上帝因为决志来领受洗礼，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安尼就是圣徒。所以圣徒相通，其实包括咱兄弟姊妹互动、人际关系，咱的互动，这拢是圣徒相通。当然，咱也相信圣徒。咱讲历代圣徒，咱吟诗中间历代圣徒，咱的信仰前辈离开这个世间，但是咧，伊甲咱犹原有信仰顶面的互动，因的好模范成做咱学习，咱的学习，然后因伫世间为着上帝所做的一切，咱今仔日也承接。所以圣徒相通，也有历代圣徒即个历史中间的一个关系，像是咱改革宗的传统，咱长老教会的认物，圣徒相通，也包括咱
甲咱四周围兄弟姊妹咱的关系，咱的互动。所以这咱每一礼拜，咱信仰个别圣徒的相通。咱也念着这个别即句话的时阵，咱嘛爱看咱边仔，咱的主内兄弟姊妹，这包括圣徒相通。所以咱讲，咱安怎讲？人甲人的关系，十字架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同款四道，即个圣徒相通也是同款，也是同款。咱莫袂记起。若无即个怀的即边安尼敢若一支叉尔，因为咱有怀的相通，所以这是叫做真正的十字架是安尼。所以常常会讲无错，咱难免咱有情绪啦难免有情绪，但是真正真正伫教会冤家拢是无好，莫讲啥物理由，伫教会内底冤家拢是无好，拢是无好，拢是无好，咱爱想，情绪一定会有，意见无共款一定会有，若是讲啥物拢要用冤家来解决冤家赢嘛是输啦，冤家赢嘛是输啦。咱在座真侪人拢比牧师搁较年长，咱的生活经验，有啥物人冤家赢，到后来是赢的？无，冤家赢嘛是输，冤家输咧，搁较无民主。所以咧，甘愿讲忍落来，上帝会替咱来接你，这真正这真正诶。所以咱转来看，伫圣经的中间，咱讲圣徒的圣是啥物？神圣、圣洁。伫圣经的中间。圣就是完全，圣就是完全。所以咧，上帝命令咱，透过摩西甲以色列百姓安尼讲，恁爱诚做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利未记11章45节，这真侪所在拢有安尼，上帝是圣洁。所以咧，咱诚做上帝的百姓，也是爱诚做圣洁。耶稣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48节，写搁较明。耶稣爱咱啥物？耶稣讲：恁爱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就是圣徒的意思。所以你我领受福音，诚做基督徒，咱的身份也是有即个圣徒的身份。意思是啥物？咱爱实践耶稣即个话，即句话，咱爱完全，亲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一个真悬的标准，真悬的标准，互咱爱去努力，互咱爱尽咱一生来达到这个真悬的标准。圣洁，圣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咱讲分别做圣，分别做圣。这也是圣徒的圣的一个意思。所以罗马书1章中间，保罗爱咱知影，第一，诚做圣徒，诚做圣徒，毋是咱人靠家己遵行什么律法的条文，就会当自动变成圣徒，毋是。上重要是咱出对咱的相信，咱个别，咱的生命的主宰是主耶稣基督。咱相信天父上帝所交托予咱的这个命令，咱也相信天父上帝是听咱
是甲咱同在，带领咱，袂弃杀咱，是通过相信。当然，咱出对相信，咱需要有行动的回应。这个回应就记载伫圣经，亲像记载伫圣经的中间，上帝才会命令咱的话。过来就是拄所讲的，真做圣徒，基督徒真做圣徒。另外一个意思，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咱来分别出来，为着要互上帝使用伫更较大的目的顶面，更较大的目的顶面。所以分别做成即个分别，有一个真重要的意思。咱在座敢有人学过簧片乐器？管乐器啦，管乐器有的管乐器有簧片。恁知影吼？这簧片吼，因为是迄个是即个芦笛做的，迄个即个一款诶，咱讲竹片，但是伊毋是竹仔啦，伊是一款迄个植物，我敢毋知芦迄个迄款物件，所以天然诶，每一支簧片拢无共款。你若学迄个萨克斯风啦，也是迄个即个竖笛啦，乌达达啦，这拢会安尼。你将迄个，你感觉分了后，你感觉上好诶，上好诶，即支簧片你会先放诶，3分5时较来吹，较来分一下。你若平常时练习你会用其他较普通诶簧片。然后你若知影啥物时阵要表演。即支簧片就用伫表演的时阵，用伫比赛的时阵，这就叫做分别啦，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要用做上好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任务顶面。也是讲，咱有真侪人有买水衫，平常时咧你袂乱穿，为虾米？你惊褪色啊，也是惊讲穿歹去啊，所以你着藏伫衫橱仔内底，然后咧上重要的活动的时阵，上台的时阵啊，也是讲迄天即个要见你的亲家啦，也是迄天这是真重要，真重要。60大寿、70大寿、80大寿。你较将即个上水的一束衫穿出来，你平常时咧分别出来，藏伫衫橱仔内底，这叫做分别为圣的意思啦。亲像保罗，伊讲伊是受着分别出来，要来成做啥物？要来为着天父上帝来传福音，同款。真做圣徒坐伫的意思，就是分别来为着受使用伫更较大、更较重要的一个目的顶面。然后真做圣徒是啥物意思？人爱实践上帝的话，彼此相听，互相接纳，并且透过行动来互四周围的人来得到利益。咱伫新闻顶面可能无拄新闻记者会讲出来，但是你若看到即款绿色背心，咱就知影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志工，真侪救灾的场合，像这是迄个即个光复花莲光复啦，花莲光复迄青淤泥铲子超人啦，所以。这是真好的一款的见证，真好的一款见证。伫需要的所在，帮赞有需要的人。过来就讲到罗马书1章1节，保罗介绍伊家己是使徒，受调来做使徒。使徒伫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人受到差遣。
要去完成某一项特别的任务，这叫做使徒。人受到差遣，派去完成某一个特别的任务，就亲像即个APEC 开会的时阵，总统就会指定一个代表去开会，然后即个代表伫开会的时阵，伊就代表总统，代表咱整个的中央的政府来伫迄个会议的中间来讲话来讨论。像这就是希腊文原来的意思，人受差遣去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。然后保罗安怎讲伊家己？讲伊是，这是和合本，特派，也是咱台语讲分别来传上帝的福音，这是分别做成的分别。分别毋是讲，阮基督徒甲伊高尚，然后咧，社会事务拢莫去管，然后咧，社会上讲恁基督徒拢足骄傲，这有时阵咱会听见即款的迄个的批评，这就是对伫分别做成有一个误解。分别做成毋是安尼，分别做成是讲咱知影咱有特殊的任务，所以咧。咱注意伫即个特殊的任务，咱知影咱有一个更较悬大的目的，所以咱参与伫社会中。好，既然使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爱去完成，亲像。罗马书1章50节，保罗讲起伊家己是对伫耶稣基督领受着恩惠甲使徒的职分，然后要安怎？伫万国的中间，叫人为伊的名信服伫真道。这是和合本，意思是讲传福音啦，互万国万族拢有机会来听见上帝的话，来见证着上帝的疼痛甲恩典。亲像罗马的基督徒，使徒保罗讲，因就是保罗成做使徒传福音所结的果子。1章50节。但是咱若看来1章8节，使徒搁安怎讲？头一项，因为恁的信播扬伫通世间，所以我对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播扬伫通世间。这什么意思？对比伫1章5节。保罗讲，要为着伊的名，互人伫万邦中信来顺叹，敢是有互相关联着？大先保罗讲，我是安尼做，然后伊讲，我真欢喜看到，这个罗马的基督徒也是安尼做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基督徒通过信仰的实践，通过用言行举止、行动甲所讲、所行所讲，也会当成做传福音的使徒，也会当成做上帝恩惠甲慈悲疼痛的见证人。其实保罗就是讲，咱基督徒。拢是真做使徒，毋是讲传福音，就是某一个人的代志。真重要的就是咱所活的
的日常生活中间，其实咱也是在传福音。咱认真拍拼，咱对待咱的厝边好款待，咱经营好咱的生活，经营好咱的家庭，甚至咱若会当活出即个健康。健康无拄拄是身体，有时阵是咱的心思意念，其实这拢是传福音。这个概念真重要，因为咱袂当否认，就是常常教会参与伫社区的时阵，常常会听见一款的属于较负面的讲法，讲啊。社区事工做遐久，啊会友嘛无增加。但是用较宽阔的态度、理解来看即个福音的时阵，你就会当了解。因为侪人通过咱所做的，至少啥物？至少有机会来到礼拜堂啦，至少知影礼拜堂生啥物款啦。然后至少知影讲，基督徒毋是高高在上，基督徒毋是拢无甲人斗阵。阮食拜拜啊，邀请拢无爱来。伊有迄个经验着，基督徒真亲切哦，基督徒袂歹哦，对人拢真好哦，真随和哦。其实这就已经是传福音吗？更较重要的，其实咱拢无想到一个代志。传福音过程中间，得到上大的帮赞的是啥物人？其实是咱家己，是咱家己。咱传福音了后，咱信仰要来介绍互咱身躯边的人，无论是你迄个还未信主的亲人。也是你的厝边，你会当发现你愈分享，结果咧，咱愈对伫信仰，咱家己愈了解，甚至咱家己个性的改变，咱的做法的改变，咱的日日来进步。所以基督徒也就是圣徒，圣徒就是分别做成。分别来完成一个更较悬的目的。这个目的是啥物？真做使徒伫生活顶面来分享信仰。伫分享信仰的中间，其实上大的造就，上大的得到帮赞甲学习的，其实是咱家己做较知嘛。无做当然毋知啊。你学游泳伫伫迄个边啊，你练习迄个动作，自由式要安怎来这个手要怎么滑？仰式是安怎？你伫边啊，伫遐用半步，讲啊足敖，真正无入去水内底，拢毋知嘛。游泳就是爱真正跳落去游泳池内底，所以用这个咱来重新思考，传福音是啥物？啥物叫做教会事工？啥物叫做教会事工？然后咧，真侪代志，毋是讲你就是爱看到聚会人数增加。有时阵，即个增加反倒转是无意的中间来得到改变。当咱愈伫意迄款亲像讲迄个利益交换，我关心你，就是你爱来阮教会，搁爱安怎？咱会可能讲3个月、半冬、1年，自然你行出来就变做袂输啥物，袂输是迄个商业行为共款啊！你讲人就久就知影讲你是有够现实啊！我就无办法来教会你就无爱关心我。真正，咱加减拢拄过安尼。想讲去大学读册的时阵，
有迄个学长学姐，基督徒的学长学姐，一开始关心学弟学妹，然后咧，想讲你，讲我已经有找到一间教会，东门长老教会，伊有青年团契，所以咧，我去教会的青年团契，然后咧，迄个学长有可能就较失望，就开始较少来关心嘛，这其实对即个受关心的人会，伊感受会到，所以使徒的这份，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之一，咱嘛莫想讲使徒，就是爱，真正亲像保罗安尼，真侪时阵所结的果子，咱一时看袂到。所结的果子一时看袂到，想讲叶牧师伫即个大专事工内底，其实无介长，2冬尔，但是迄2冬后来才发现讲，会培养即个有，即个就是迄当阵有接的新生内底，当然迄毋是一个牧者的功劳，但是至少当你知影讲，迄当阵接的新生。伫10几冬了后，平平做牧师做传道，平做牧师，你可能会感觉讲，至少是感觉讲即个对上帝，对上帝会当交代啊啦，至少啦不愧于上帝了啦至少啦所以至少咱莫袂记住使徒的这份，所以这最后。一个提醒无错一个基督徒往往有一个盲点啦想讲传福音就是安怎嘛，爱有囥足侪资源啦钱供落去，然后咧真大的事工计划，1、2、3、4、5也是讲太过看重个人才艺口才。其实咧，上基础做起的是咱家己平常时，甲咱四周围的人，咱的同事，咱的厝边，的人际互动做开始，咱莫忽略掉即个咱随时会当做的，想遐的真大的资源，真大的计划，也是。需要真即个互人看会到的才能，忽略着平常时咱所讲所行，其实就是迄传福音，所以等于下这上帝呼召你我，照着咱逐人的模样。爱咱伫伊所指定的代志顶面，照着伊的方式来使用咱。所以咱爱做的，大声，咱就是单纯来信靠上帝。上帝呼召咱有伊的意思，上帝差遣咱，成做伊的使徒，也有伊的方法。有伊带领的方式，咱只有单纯来信靠，单纯来跟对，因为上帝的慈悲疼痛，甲伊大的关联，伫咱向伊来告别、挂相信的迄个时刻，其实这一切拢已经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渐渐喺成长所以愿咱会记得使徒保罗对伫罗马的基督徒伊所交代、所提醒的，咱拢是分别做成的圣徒，咱拢是有咱更较悬大的目的，互上帝所使用的使徒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呼召阮来成做军队你的人，
互阮会当听见你的话，有你圣神伫阮中间来做工，互阮伫所讲所行顶面，你互阮会当活出你交托互阮存在的意义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论大事小事，阮拢会当会记得你的带领，会记得你的命令，也会记得阮的角色甲阮的任务。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帮助阮会当伫所讲所行来为着你做见证，也大声帮助阮，互阮伫你圣神带领下面，互阮日日来换新，互阮日日来进步，互阮无论拄着什么代志，阮拢会当得到学习。愿恳求主你亲自带领阮，愿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即个咱三甲来入面欢迎的圣诗532首，圣诗532首。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好胆干净道理，好胆干净道理。保养耶稣恩典奥妙，欢喜趁伊驾时，欢喜趁伊驾时，欢喜趁伊驾时。请咱三甲起立来吟。
下面咱来奉献，咱请余养执事甲秋美执事来书献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手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6月份的庆生会甲爱餐吼，咱要伫6月28，最礼拜了后举行。咱请兄弟姊妹来踊跃出席。教会5、6月的寿星有牛长老、江长老甲谢明兄。第二，教会6月份的草会班咱暂停一摆吼。第三，七天中会大众传播部伫6月20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，伫少年教会要举办让投影动起来 Pop Center 教会应用工作坊哈。那讲师是张恩耀牧师加张新月弟兄哈。有兴趣的，咱较来量早来报名。第四，咱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出席每礼拜5下暗7点半的每周圣安歌的读经。第五，需要牧师探访，也是要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，咱甲牧师也是教会中心来讲，来安排。第六，后周6月14主礼拜的内容，咱家己来看。咱再来看教会聚会活动，主日礼拜上午10点，圣歌队练唱；主日上午8点45，拜五有每周的圣安讲查经是下晡7点半，草会班是每拜六上午10点。过来，咱来看圣讲事奉的部分，本周交代是罗长老甲明长老，插花是张老师，清扫是夏宝姐。下礼拜讲道叶牧师，书会是余养执事，书琴牧师娘，领唱是余信兄，书献是秋美执事甲我本人，交代是邦师兄甲春英姐，插花是秋美执事，清扫是玉兰姐。过来，咱来看本周金句的部分，我用台语和语本读一摆。大家甲用台语和日本读2摆，甲华语读1摆。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因为是上帝的权能，要救拢众信的人，大兴犹太，后来希利尼。来，请。因为是上帝的权能，要救拢众信的人，大兴犹太，后来希利尼。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。因为是上帝的权能，要救拢众信的人，大兴犹太，后来希利尼。
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罗马书1章16节。咱有完节的吼，咱左右边啊吼，咱互相请安问好。咱因每本的圣诗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较切恳，圣诗402首，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，恳求你甲我带甲保护，假使我言行谦卑四正，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，做存引带失迷的人，这是我人生僻切愿望。三个起立来吟刷了后，咱请牧师祝祷。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主甲我带个无好，假使我行义谦卑是正，让我哪日遵守你诫命。中做光灯，提醒我是未来，这是我人生的所望。愿咱拢会当伫咱生活的中间，透过咱所讲所行，来为着主来做见证，也引带众人来到伫主的面前。来成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来成做传福音的勇士，将上帝听较稳定，会当互更较多的人拢来领受，拢来得到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，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